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琴日至發現呢度啲地方嘅交通安全都好特別㗎，可以平安咁流水式過馬路呢，就唔係完全必然嘅。咁大家呢刻平安嘛？為你平安感恩啊！好多人都係同我哋一樣，因為唔平安，所以呢離開一個變得完全陌生嘅故土，去到一個嚟到6000里以外嘅另一個地方。後來先發現，原來已發展嘅國家都可以係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好多嘢令人大開眼界，係一個充滿意料之外嘅異鄉。有弟兄姊妹就形容個感覺就好似由一個火坑跳去另一個火坑，同舊火坑一樣，新火坑都有令人不安恐懼嘅嘢。唔知你有冇同感呢？細個我哋會驚默書考試測驗，到50幾60歲壓力大嘅時候呢，都會發一啲嘅壓力夢。而家夢境成真啦，仲要考一個連本地人都唔多識嘅 Life in the UK。唔知你驚唔驚呢？又有冇諗過活到一把年紀，竟然要走去考車？有弟兄姊妹真係驚到手震腳軟失眠，更驚嘅係竟然俾佢一 take pass。有啲人明明揸咗10幾年車，但發覺去到異地又唔係好識得揸車。1年前嚟呢度講道嘅時候，就提到呢個由6個迴旋處組成嘅一個 roundabout 就叫做 Magic Roundabout。有人呢就用恐怖嚟到形容，有位姊妹呢都刻意兜晒路噶啦，點知都避唔開，衝咗入去。佢話呢一邊揸呢一邊流汗。明禮傳道同我呢遲啲就要去嗰度講道啦，唔知避唔避到呢個 roundabout 呢？都請大家幫忙祈禱，我哋入得去出得翻嚟。無論你哋喺邊度嗱，發達呢人人都想㗎，但係呢有喺一啲嘅地方裏邊呢，有啲人呢係會驚做全國嘅首富㗎喎。又或者明知道公司生意唔多掂，但係上司竟然請所有嘅員工一齊去泰國 team building 建立團隊精神。如果係你，心裏面會唔會有一份莫名嘅不安感呢？又有一啲嘅地方啊，唔知點解呢會驚人哋寫揮春，又會驚一個同金錢有關嘅符號，甚至驚解簽提社會情況呢係會俾人拉。面對各式其式嘅恐懼，有人就會同 AI 一樣選擇逃避，唔想提轉話題，當冇嘢發生。有人選擇面對，停止散播恐懼。你又會點揀呢？5年前有首歌叫做《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歌詞裏邊就提到兒童有着兒童畏懼，成人都有成人唏噓，人群裏為人群顧慮，逃離總有逃離空虛。塵世內誰無畏懼，誰無心碎，誰無唏噓。唔知講唔講到大家呢幾年嘅心情呢？點樣去面對種種嘅不安同恐懼呢？歌詞就話年年適應，年年老去，而智慧係沉着面對。唔知你認唔認同呢？除咗沉着面對，作為基督徒嘅我哋又可以點呢？神今日藉住經文想同我哋講咩呢？求聖靈引領，我哋先一齊祈禱啊！邀請大家先安靜，為自己聽到嘅心禱告，然後我會祈禱。聖靈，求你打開我哋嘅心，打開我哋嘅耳朵，讓講得清楚，聽嘅聽得明白，讓睇到嘅曉得，並且領得到，並且願意遵行。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大家細個時候有冇坐過山車啊？驚唔驚啊？以下呢款過山車，你哋有見過未呢？
驚險啊！小妹妹嗰啲嘅驚險尖叫真係不下於真嘅過山車啊！咁呢段片同今日講道有咩關係呢？稍後就知啦。今日講道嘅經文呢係詩篇27篇，一首咧同恐懼不安有關嘅詩。雖然就寫住係大衛寫嘅，但就冇講到究竟係咩背景下寫。但係由字裏行間，我哋就睇到詩人一個咩處境呢？詩人面對緊一班敵人來勢洶洶，要攞佢嘅命。佢哋發動戰爭攻擊。詩人嘅父母都捨佢而去，得佢自己孤軍作戰。未完喎，敵人仲用虛假見證連番謊話去抹黑詩人。如果你係詩人，有咩感受呢？會唔會惶恐不安、孤單無助、痛苦絕望呢？詩人點樣講呢？我哋先睇第1到第3同埋第9到第10節，請大家讀出啦，預備起。身處絕境，詩人呢竟然話佢唔驚唔怕。全首詩第一句呢就話耶和華係佢嘅亮光，佢嘅拯救，佢生命嘅保障，佢邊個都唔怕唔驚。嗰啲行惡嘅人逼迫佢嘅仇敵，近在咫尺，向佢張牙舞爪，要食佢嘅肉，呈現惡人兇殘暴戾。不過經文就話，當佢哋逼近嘅時候，就跌低撲倒。呢幾年我哋見到某啲人跌倒咧，有時心裏面或許會忍唔住咁暗叫天有眼噶。唔知詩人個心有冇咁諗，但係佢就感受到神嘅保護，即使面對敵軍開戰攻擊，佢嘅心都唔驚。點唔驚法呢？攻擊呢個動詞喺舊約原文希伯來文呢係有持續不斷攻擊嘅意思，而詩人嘅不怕同樣都係持續不斷。呢種嘅持續無所畏懼，令佢炮火當前都覺得安穩。咩係安穩呢？原文呢個字嘅意思係信靠、相信，都打到埋身啦。詩人仲信啲乜呢？我仍舊安穩。呢一句嘅原文直接翻譯就係再者，我信靠。再者，英文係 in this， 指啲咩呢？可以指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即使攻擊不斷，打到埋嚟，處境咁惡劣，詩人仍然堅定咁樣宣告：我信。This 亦係指詩人嘅信念，即係第一節所講，耶和華係我嘅亮光，拯救生命嘅保障。即使身處黑暗、孤立無援，生命受威脅，詩人嘅信念冇動搖。佢宣告：我信耶和華係我嘅亮光，我嘅拯救生命嘅保障。詩人好清楚神同佢嘅關係，神係佢嘅邊位。你呢？神係你嘅邊位呢？你所信嘅神係一個點樣嘅神？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恐懼，你嘅神點樣同你去面對呢？從前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夜間變成金融遺址，前景不安，令到有啲教會寧願蝕錢都要散貨。有一位做生意嘅弟兄，佢好坦白咁講，佢祈求耶穌令香港經濟再次起飛。喺佢心目中，耶穌會唔會係另一個財神呢？有次喺一個年終感恩分享會，有一位初信嘅姊妹上台分享耶穌點樣有求必應，如佢所願，然後就話耶穌真係好靚啊！台下嘅人你眼望我眼，喺呢個嘅姊妹心目中，耶穌又係咪另一個任由人操控嘅黃大仙呢？喺第二年嘅感恩分享會就冇再見到佢啦。喺詩人眼中，佢所信嘅係一位照住佢、幫佢、保住佢命仔嘅神，一個又保護又照住佢嘅神。唔通好似呢套電影裏面嘅牧師所講，耶穌係佢個大佬？詩人係咪咁諗呢？
喺第9節，詩人嘅禱文更加清楚睇到佢同神嘅關係。除咗重複神係佢嘅幫助、佢嘅拯救之外，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成首詩裏邊耶和華呢個字出現咗12次，唯獨只有呢一度將神叫做上帝，強調詩人好清楚，只有耶和華係嗰位獨一嘅真神。詩人就話自己係呢位神嘅僕人，上帝先至係佢嘅主人。呢位保障佢生命嘅神唔係佢嘅大佬，係佢嘅主人，生命嘅主。主咗佢生命嘅唔係詩人自己，更加唔係嗰啲兇殘暴戾、形勢大好嘅惡人。詩人信嘅係一個掌管佢生命嘅神，讓佢無懼兇險。願我哋記得，無論遇到啲乜嘢險惡嘅人同事，我哋可以信靠上帝呢位生命嘅主。我認識一對信主夫婦好耐㗎啦，佢哋都兩個都係性情中人，性格剛烈，有嗰句講嗰句，恩愛嘅時候好恩愛，火爆嘅時候又好火爆，爆完又可以冷戰成個月，唔同對方傾偈，但跟住又會和好㗎。佢丈夫50幾60歲嘅時候，突然間確診末期 cancer， 個太太心情跌到落谷底。佢話嗰刻好似個天冧落嚟咁樣，唔知點算，好驚個老公就咁走咗，又唔知點樣照顧佢老公。個太太感到不安恐懼，但係聖靈提醒佢，佢哋所試探嘅係人所能夠承受嘅。姊妹話佢只可以依靠神嘅腳蹤，一步一步向前行。喺醫治 cancer 嘅過程裏邊，兩公婆捉住耶穌嘅手，去接受連串醫治、檢查、復診等見醫生同睇報告。兩公婆一齊去靠神去面對。有位牧者就 send 咗呢一張相俾佢哋，相裏邊嘅報杯墊係嗰對夫婦幾年前去日本旅行嘅時候買嘅手信。嗰位牧者就用針線將2個杯墊縫起，再加條拉鏈上去，就變咗一個散銀包。個牧者話：人嘅生命有時都好似一塊塊嘅杯墊咁樣，遇上衝擊嘅時候會頂唔住，承載唔到任何嘢。但係當我哋依靠主耶穌呢個生命之主，神就好似嗰啲針線咁樣轉化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可以承載生命裏邊所唔能夠承載嘅重擔。鼓勵呢對夫婦繼續去靠主剛強。上主亦都俾呢對夫婦好大嘅恩典，弟兄癌症康復，今日佢哋2個仲可以互爆冷戰同埋復和。你或者會諗，神都開到聲俾佢經文你，同你渡過難關，咁就話啫。但當困境持續，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以為離開某啲勢力範圍會冇咁驚，但係冇諗到更得人驚嘅係，今時今日有啲國家賣下地會賣埋領土主權，大開中門延伸海外長臂。我哋難免會疑惑，上帝都唔出聲又唔出手制止嘅，呢位生命嘅主做緊啲乜呢？詩人喺黑暗裏邊係點樣做到咁堅定不移嘅呢？我哋一齊睇下經文點講啊！請大家讀出第4到第8節，預備起。喺第4到第6節多次提到神嘅居所，無論係神嘅殿、殿宇、帳幕、帳棚，都係講緊人同神相會嘅地方，神與人同在嘅地方。身處險境嘅詩人就話佢淨係向神求一件事，就係住喺神嘅殿裏面，意思係求神與佢同在。唔知你唔會覺得奇怪呢？一個4面受敵嘅人，唔係求神救佢脫險，馬上而家即刻消滅晒所有惡人，而係求神與佢同在，俾佢見到神嘅榮美。嗱，榮美唔係神嘅榮光啊！榮美原文嘅意思係恩慈，
神嘅榮美或者係恩慈係咩呢？個個人唔同㗎。對於詩人呢刻嚟講，就係喺佢患難嘅日子，神親自保護佢。嗰種嘅保護並唔係單單將佢收埋喺啲好隱密嘅地方，而係神將詩人高舉喺磐石上，讓佢而家當下可以抬高頭睇到四面嘅仇敵。詩人唔驚不特止，仲可以唱詩歌頌神，歡然獻祭，好大聲同好開心咁樣歡呼敬拜。第6節可以話係全首詩嘅高潮。詩人險惡形勢去逆轉，唔再閃閃縮縮，可以歡呼歌頌神。照計加翻句哈利路亞，唱翻首回應詩，升哈利路亞 to the Lord， 就可以結束敬拜，散會，畫上完美句號。但係跟住嘅一段禱文，將詩人堅信有上帝冇有怕呢個宣告帶去一個反高潮。佢呼求神聽祈禱，答應佢祈求，神有冇答佢呢？大部分嘅中文譯本將第8節呢度你們當尋求我的面呢句說話前面嘅說譯做你說，理解為係神講嘅，神親自回應。但喺原文你說其實係他說。呢部分嘅直譯呢係為你，他說我的心，你們要尋求我的面。個意思係為咗你我嘅心，佢話你們當尋求我嘅面。呢句說話其實係詩人代表上帝，詩人嘅心去代表上帝去講，你哋要尋求神嘅面。詩人喺度自問自答，神係冇親自回應佢。你或者會諗，係咪已經事過境遷，困難過咗，所以神冇回應呢？詩人係咪已經脫離咗仇敵嘅手呢？喺第6節詩人昂首嘅時候睇到啲咩話？四面仇敵。睇埋之後嘅幾節11、12，仇敵敵人仲喺度，詩人係未脫險，困難依然喺度，神亦都冇親自去開口去講過一句說話。去到28篇，神都係繼續沉默。無怪乎第9節，詩人求神唔好離開佢，唔好丟低佢，唔好另歪面，唔看顧佢，甚至趕走佢。呢一幅苦苦哀求嘅畫面同前半段經文展現詩人對神信心異常咁堅定不移，形成強烈對比，凸顯詩人唔驚敵人，唔怕惡人，唯一驚嘅係上帝離棄佢，因為佢只有上帝可以信靠。雖然佢明知上帝對佢不離不棄，但係一諗到如果神趕佢走，詩人就失去人生唯一嘅依靠，佢真係驚。記唔記得詩人困難裏邊，佢唯一嘅祈求係啲咩話？住喺神嘅殿裏邊，神與佢同在，而且係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原文嘅意思係我生命嘅所有日子，一生嘅歲月，包括患難之日。當我哋身處黑暗絕境，即使黎明曙光遲遲都睇唔到，無論神點樣沉默，詩人都好清楚要繼續尋求神嘅面，對準上帝。真正要驚嘅係神，唔係啲惡人。而我哋記得，縱然困境仲未逆轉，一生要對準嘅係上主呢位獨一嘅真神。未信主嘅人困難裏邊，好容易就會依靠人哋，依靠自己，容易將人視為依靠嘅對象。基督徒去幫人嘅時候，對方都好自然覺得基督徒都好好人，多謝眼前嘅基督徒，但就睇唔到背後嘅基督。信咗主嘅人又會唔會好啲呢？有一位姊妹信主好多年，佢仲一心諗住為主獻上自己，去準備接受裝備做宣教士。同時間佢好想有 BB， 咁啊試過幾次都流產，但佢都同人講佢信耶穌會幫佢。之後佢終於成功懷孕幾個月，但就非常非常驚會冇咗個胎。有次有位牧者見到佢姊妹嗰種嘅恐懼不安，就好似一道氣牆咁，離遠就已經感受得到。當牧者想上前輕輕拍下佢嘅膊頭，溫柔咁問候下佢嘅時候，姊妹突然間好大反應咁樣彈開咗，佢好大聲咁講：唔好拍我膊頭，唔掂得嘅。耶穌咁最初牧者咧就以為佢個膊頭受咗傷，所以又唔好掂佢啦。傾落原來係有人同佢講，拍大肚婆嘅膊頭會影響個胎。
個姊妹就繼續講啦，唔單止大肚婆啊，老人家病人都唔可以拍膊頭啊，呢個係中國傳統，唔做得噶。仲有啊，探老人家病人嘅時候送生果唔可以送梨喎，知唔知點解啊？分離啊嘛，係啦，有啲人都知啦。啊，聽完姊妹咁講，我唔知你有咩感覺呢？牧者覺得好難過。姊妹係經歷過耶穌拯救嘅人，呢刻佢因為怕冇咗個胎，怕到去相信民間禁忌，更加痛心嘅係佢口裏面繼續話靠神去面對恐懼，但現實裏面佢更加相信避開人嘅禁忌就可以保住個胎。佢口裏面嗰位神仲係咪耶穌呢？求聖靈提醒信咗主嘅你同我，一生要仰望嘅係耶穌，特別係逆境嘅時候，要尋求嘅係上主嘅面，要對準呢一位獨一嘅神，唔好因為困境持續偏離主道，因為只有行喺主嘅道上，先至有出路。呢一個都係詩人跟住禱告嘅祈求。請大家一齊讀出11到14節，預備起。詩人嘅險境持續，敵人除咗向詩人發動武力戰爭，仲用虛假見證語言暴力攻擊詩人。用今日嘅術語就係發動輿論攻勢，一班網絡水軍以虛假資訊抹黑目標人物。妄作見證原文嘅意思係不公義嘅指控，例如強加說話喺人嘅口。指控嘅一方可以毫不忌諱公開咁講，指控係咪捏造唔係法庭關注嘅事，甚至係用遮到幾乎黑晒嘅文件作為呈堂證據。我聽完唔知你有咩感受呢？如果係你面對身心靈嘅攻擊，你又點祈求神幫你呢？詩人求神唔好將佢交俾敵人為所欲為，佢求神教佢行喺神嘅道上，脫離崎嶇險境，走上平坦嘅道路。困境每況愈下，詩人之所以能夠繼續選擇信靠上主，關鍵係喺13節。詩人深信喺活人之地必得見耶和華嘅恩惠。呢度嘅恩惠係指神嘅善，神嘅好，呼應緊第4節，祈求一生喺耶和華嘅殿裏面見到神嘅榮美恩慈，而且重申佢嘅信念，活人之地一定見到神嘅善，神嘅恩惠。活人之地係咪指緊有生之年呢？係咪好似佢哋咁樣坐完監先被判無罪，有生之年睇到公義呢？回望歷世歷代嘅基督徒，由古代羅馬政權到今日，都受到種種逼迫苦難，甚至係死亡，到死都見唔到神嘅公義，神嘅善響邊呢？活人之地原文係有生命之地，搞清楚，係有生命之地，唔係有生之年。自己唔一定係呢個有生命之地，即使有生之年睇唔到主嘅恩惠，但仍然相信在世有生命嘅地方，有人嘅地方一定睇到。詩人喺表達呢個信念嘅時候，有一個特別之處，佢唔係就咁講我深信，原文其實係若不是我相信。和合本聖經將呢句譯得比較貼近原文，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嘅恩惠。不過原文就冇，就早已喪膽了呢幾隻字。呢幾隻字係譯嘅人出於善意，想讀者明白而加上去。其實詩人係講下斷咗，冇辦法再講落去，留低一個空白。唔知你有冇試過講下嘢冇辦法再講落去呢？係情緒太激動，定係難以想像跟住會點呢？我若不信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嘅恩惠，呢個空白你會點樣填上去呢？詩人無法想像，如果佢唔係相信活人之地一定見到神嘅恩惠，佢可以點樣繼續喺黑暗裏面走落去？最後佢一再提醒自己要等候神，雖然未見到神嘅善、神嘅好，但神一定會俾人睇到，
詩人要做嘅係等候神。唔知你有冇等緊一啲嘢，遲遲都未見到嘅呢？同好多人一樣，呢幾年我哋都經歷緊一個歪曲謬嘅世界，原來可以變得咁難以置信嘅荒謬。好多人等緊神彰顯公義，但係一年又一年過去都未見到。隨住年年老去，信心難免動搖。詩人好明白當中嘅感受。喺呢首詩裏邊，詩人經歷一顆無畏無懼嘅心，提醒自己要尋求神嘅心。到最後係一顆有待堅固嘅心。詩人走過嘅心路歷程，其實都係你同我走過嘅心路歷程。無論係幾百萬顆無畏無懼嘅心，都互相提醒主耶穌同在嘅心。到而家無數艱難裏邊有待堅固流散嘅心。願你同我都記得，黑暗未盡，縱然都有驚嘅時候，但都要堅信必會見到主嘅美善，俾我哋有勇氣繼續等候。因為有上帝，我哋冇有怕；因為有神，我哋可以繼續行落去。喺我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有位弟兄病逝，我本身唔認識佢嘅。只係見佢人在鄉下，時不時就喺 Facebook 仲好大膽咁樣講人話，我深感佩服。直到佢身患絕症返咗天家，我睇返佢喺 Facebook 留低嘅片言隻語，先知佢係一個基督徒，甘願為義受逼迫，淪為階下囚。之後佢有感動創辦一間教會，希望服侍 the lost, the last, the least 社會裏邊最弱勢嘅一群。跟住100年幾嘅佢走去讀神學，但因為病情嚴重，被迫放低呢個心願。對於弟兄嚟講，咩係必見神嘅美善呢？弟兄面對手術，佢深信神會保護佢，將病患視為一種屬靈嘅修煉。後來病情惡化，佢就學習忍耐等候，求神俾力量佢勝在苦難，繼續相信神保護佢。喺佢最痛苦嘅時候，佢冇辦法再寫一啲激勵人心嘅說話去鼓勵人、鼓勵自己，佢就坦誠面對自己嘅心情，谷底裏邊經歷上主親自同佢一齊受苦。回望弟兄嘅一生歲月，佢將自己嘅生命交俾呢一位掌管生命嘅主，讓喺活人之地嘅你同我喺佢嘅生命裏邊睇到主嘅善同美。呢位弟兄都係一個平凡人，佢成日叫人唔使怕，但就形容自己膽小謹慎。佢一個人行喺探監嘅路上，佢會怕腳下有蛇，又怕天上有雀仔，同埋突然間出現嘅人。其實佢都會驚，都會怕。不過佢咁講，驚嘅時候更加要記住，信靠神嘅存在同佢嘅應許，佢會與我哋同在，保護我哋，並且俾我哋力量。面對畏懼、心碎、唏噓，好多人年年適應，年年老去。智慧可以係沉着面對，信主嘅我哋唔同，我哋可以靠神去面對。當明白唯有生命嘅主可以信靠，只有對準上主，讓我哋可以勇敢等候，好好嘅活下去。因為活人之地必見主嘅美善。講到開頭嘅時候，提到呢一個坐過山車嘅小妹妹，佢嘅驚係真實嘅，但係佢喺媽媽嘅手上，佢可以好穩妥。同樣，我哋都喺天父嘅手裏邊。困難嘅時候，我哋會驚會怕，但係我哋可以驚而不慌，因為我哋有上帝。我哋一齊祈禱，大家先有片刻安靜嘅時間。回想一下頭先嘅半個鐘頭裏邊，神同你講咗句咩說話，成為你嘅提醒，成為你面對困難嘅力量。你同神禱告，話俾神知道啊！而家有一個立志嘅邀請，唔知你而家面對緊啲咩嘅困難，有咩擔心、恐懼、不安，
你願唔願意將呢啲令你不安嘅人同事交俾主耶穌，讓神管理你嘅前路，掌管你嘅生命，帶你睇到曙光呢？如果你願意嘅，請你輕輕舉手啊！感謝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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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好，請放低手，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咧，感謝你，你做我哋生命嘅主。喺人生高低起跌嘅裏邊，我哋唔係孤單一個，因有你同在。主耶穌，感謝你捨身拯救，親自喺十架上示範至死信靠天父。求主幫助我哋一生對準上主，無論順逆都行喺主嘅道上，到老到死也不偏離。聖靈，求你提醒我哋，前面嘅路縱然崎嶇難行，而且唔知幾時先去到平坦嘅路。求神保守我哋嘅心，賜俾我哋勇氣等候上帝，讓神帶領我哋前面嘅下一步。三一上主，求你施恩賜福俾頭先舉手立志嘅弟兄姊妹。當佢哋恐懼不安嘅時候，你賜下勇氣；當佢哋不安嘅時候，你賜下平安，堅定佢哋嘅心，安然等候，行喺主嘅道上，走出困境，睇見上主嘅美善。願神嘅旨意成就喺香港、英國，喺每一顆流散喺世界各地嘅心，如同在天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願主賜福俾大家。